孩子长大了，真的，哦，怎么那么大？尤其是最右边的，长那么大了你啊！然后当然哥哥出来赚钱很辛苦，所以要叫他们跟我一起出来赚钱。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唱歌。好，那一样唱了上一张专辑，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刚刚舞娘嘛，对不对？他回来就奇异的妇人。啊，对，年轻时候出去外面闯一闯，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有一天会回家，好吧？唱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呀。